有力啦。你甲我的脚底啊压好正，好无？要敲好正，啊敲了骨头就断去啊咧，莫遐乌白想啦。吼吼，阿吉啊，你若搁安尼想空想芳哦，进前咱狗啊交手指断去来哦，无准算。我要甲你老母讲哦。好啦好啦，阿英就莫安尼啦。安尼毋才差不多。阿吉啊，你先举拐仔行，啊脚练到较有力嘞，再放空手行，好无？嗯。好，来来来来。哎，来，哦，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来，较慢了，较慢了，豆豆来，好啦，就照咱之前讲的，做行的，做偌济算偌济，啊工钱哦，逐工甲你签。也毋过吼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啦，互我入来内底吼做练工。啊，用师吼都要做粗胚啊，我物件款款的，倒内底洗下个啦。好啦，随在你啦。啊，毋过我先甲你讲好哦，我第一要求的是品质啦。你若是凊彩做的，我验无过是无准算哦。好好，这我知，这我知啊。我即摆吼随来开工啊。怎？你是想啥？我实在真袂了解呢。这款的卡小，你搁叫伊来？今年啊，梁师哦，食我食够，我就是要互伊知影哦，试一家看是啥物款的滋味。你放心，阿丁仔是啥物款的人，我真了解。这届的条件是我开的，我就是条件要甲写来。雕工甲城来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，我真可怜你哥哥，我快去死了啦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，夭寿啊！我都还袂对付迄个查某咧，我家己哦，安尼闪到规裤底澹鼓鼓。哎呦，我哪会变安尼啦？啊，规死咧！哎呦，好嘛，好嘛，你要紧无？你真是过来！我啥可能咧变成清水啦哈！母啊，你搁跋倒啊？啊！我啥可能来变清水？无啦，迄趟伤险啊，我同咱个换过啊。你讲我过哦？哎呦，你要我气死！我死你个屁股啦！你莫安尼啦，母啊！莫安尼啦！母啊，你有闻到臭香味无？母啊，你带你去死啦，带！我妈呀，我死了啦！哎呦，我妈呀，好嘛，我按你来去洗洗咧，换清气衫好无？免你啦，加我衰，放阮走。母啊，我是查甫的无方便哦。我看是拜托秋兰吼，甲你斗相共哦。拜托呀。哦，你这后查某，你经常你再共管你讲母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！母啊，好嘛，来来来，秋兰歹势哦，拜托呀。我们去外面休息一下好不好？班长，上次害你受伤，你还对我这么好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是班长，有责任照顾每个同学，而且我已经原谅你了啊。谢谢你。
好，唔正惊你，阿健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哈，两个介绍叫什么名哈？因兜住伫什么所在？我叫恁老母吼来找因算账，问因是大人哦，发生啊教囝的啦。我嘛会跟老师跟阮爸爸讲。恁老爸敢是校长？校长比老师较大个啊！你也甲恁老爸讲，甲因两个介绍吼，你爱水灵台啊，烫苦拍甲床。我袂啊。老师，校长拿出来遐会当啊，因就会更加看我无起。安尼，阿母就会愈烦恼啊。安尼毋就袂用个讲个啊！你以后若拄有同学求，安尼是要安怎就好啦？我会忍耐啊。哎，你吼，都是会替人想啦。好啦，也毋过吼，你若忍受袂住，爱甲我讲，阿勇即个替你出面，知无？哎，如阮母阿姨，你放心啦，伊的衫裤我拢共换好，嘛洗好洗啊。伊的骨头无去断掉，免烦恼啦。多谢。袂啦，恁老母的身体还佫真爱用，敢若是骹骹有较无力啊。这我知咯，就是身体伤用，中气有透，才有法度发个遐大声啦。阿彪啊，你怎有法甲早去创啥？紧你来哦，阿彪啊，我日死啊！哦，来哦，主兄今日叫听去啊。对了，这高高啦，哎，都无爱食呢。你看啦，这地昨硬啦，咱即摆拢无去叮当着。你是想办法好食啦，这食了有好无歹啦吼。我叫你去找阿丁咧，你敢要误会规工？人找无着无要紧，连工课都无甲我做，安尼叫做公家做生理上啊？找一个人呢，你叫啥简单哦？你知影即摆米伫倒？你找着啊？人倒位啊？找几啊工啊啦？即摆米伫阮骨头家娘遐啦。是拍底下某遐了啦？无够有啥？你卖底下甲我骗啦！我已经去巡几啊抓啦，甲人看样啊你啊，连看人脸嘛无。但米伫后壁，你做恁工你是看有了啦。真是了，敢被骗？好，你要找算啥？小等下。做头家的人唔通遐尼冲动啦。我今拢趁领好啊，你即几工哦，你赶一批货，你要做好啊。我想讲吼，真好，真好，逐工做，逐工领钱，逐工都有钱头开。阿龙，先生啊，我都好破病，休几啊工，我今仔要来做啦。要做，但你是要去哪做啦？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阿龙师啊，我你免讲，你的苦衷我了解，你免讲做啦。阿龙师，咱有话好好讲啦，吼。免惊啦，大家拢是好兄弟啊，有啥物代志大家好好参详嘛，对不对？春生啊，你讲一点。对啦，当阿良仔做人遐尼好，你是咧惊啥？只要你好好甲阮配合，绝对无你的代志。好，行，咱来好好谈。行啦，别惊啦。哟，我来，今晚今仔食咯，吼，这吼摇头啊炖排骨，食骨补骨，补筋骨。紧。甲放个倒掉，我会死也要去互死，我唔食，倒掉。吼，拜托的，无你是搁想要倒去啦？这是我专工去中药房拆转来要互你食的呢。你搁甲我骗，我咪三岁囡仔呢，这明明是要高家棍的，搁你甲我骗啦哈，倒掉啦。高家，对啊。这啥？母啊，这啥？高家伫遮啦，规地好好，无叮当着啦。真是的啊。真是啦。我就罔食看卖。敢有好吃？有啊。
普通啦。一天，我一定会好起来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一段情花，啊母情花，可比母亲离哎，要不要？地我甲你倒伫咧倒顶遐，啊，你若要等阮师傅娘啊，坐遐等。我咧拍片哦，无啥物好看吼。头壳无毛，我嘛无爱看。我条条无毛的啦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讲你的啦，我等我的啦。叶苗啊，毋是我咧爱讲你，啊，每一届阮师爷若无伫的，啊，你就来找阮师傅娘，安尼高高甜，互伊较好做人个啦，安尼人黑白讲话咧。这个高高甜，我找伊来买交家的啦。等你明明知影讲我甲恁头家娘是清白的，敢若一句话踮遐翻来翻去，你翻袂生咯？啊，着雄雄哦，是无啥物话通甲你讲啊，我想甲你提醒一个啦。讲母也共款，敢若烦啊的，讲拢讲袂翻车。我甲恁母也共款，啊，若甲恁母也共款，安尼算算的，我是恁老爸啊！来来，叫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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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阮老爸骨头老早就拍过啦，吼，变爱做死人，我互你骗无紧，阿弥陀佛，死人爸。好啦，哦，啊你一支喙哦，我敢若袂输你买鱼啊，共款搞臭臭的啦。我这命啊你，我投降，投降。我师傅娘，先生，来，坐下。师傅娘，鱼啊片来等你足久啊咧，我要甲你买高价啦。对啊。阿苗啊，啊恁老母迄高价食了安怎？真好啊！最近逐工食，食到骹骨加外用，拢袂酸疼的。安尼真好，真好啊！这高价哦是最后一地啦，啊我再过来扣新的，你先摕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偌济？哎呦，我欠你的钱拢还袂甲你算的啦，再搁算吼。安尼我无甲你客气啊，安尼我先来走。孙呀。喂，死人爸，阿弥陀佛，我先来走。啊，你搁讲？做事啦，搁算。哦，你这个喙哦，真够够臭臭的你咧。甲死头路啦。阿勇啊，啊王老板迄批货即摆安怎？我阴暗吼，收工进前就做完啊啦，爱看会平使啦。伊若做会出咯，明仔载就当交货啊啦。师傅啊，即摆工课哦做一段落啊，我嘛是要甲你提醒一下啦。我感觉阿弟，我知影，我会处理。头家，你都唔通怨叹我。阿林生，林生，头家，啊拢好啊。我唔对啦，啊这是你的工钱，我有加一寡互你。多谢你啊，头家娘啊。我会互你来遮做，是想要互阿良师知影，虽然我是一个查某人，嘛毋是好欺负的，你即摆来伫我遮做啦。阿良师早晚会知影，假使伊若是来遮找你，我是袂替你害钱的哦。哦，好，我知影啦。啊，咱即摆哦算是无相欠啦。假使你若想要去转去阿良师遐做，你随时拢会用转去，我是袂甲你留的。啊，你着家己考虑看卖吼。做头家的人，一个比一个搁较厉害。好，我就互恁一个一个去相教。是迄梦到啥？笑到遮尔啊欢喜。
手牵手，真古锥哦。因为早加时，安尼毋是足危险的。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会啦，再会啦，金花啊不情花，可比不亲你。你还阁笑会出来吗？甲想想一寡后塞步会了的啊！家己，啊一点点飞过来，两个人拢着，看鬼！是啥物咧看到鬼？是你衰尾人今日要叫你带衰着的啦！欸，啊你讲的啥物话哈？当初是你甲我拜托呢，我才过来遮的呢。是恁爸目睭去顾到喇嘛？我这世间庙啊，我著请你大精神啦！我看听够好啦，把好啊款款的，客人一句话咧讲啊，年做年，挨做挨，互相莫相干啦。遐个会当，钱拢吐露出来。是要吐啥物钱啦？钱拢无你的份的啦！阮当初是讲好呢，遐钱是咱一人一半呢，这样讲偌济哦？你家心内有数啊？这写谱顶头写啊真清楚，伫咧，当时也咧暗讲啦。我这受好用啦，算毋知这写无咯，你家己写的啦，哈？你家是我毋知，歹讲尔啦。啊，准老是甲你暗讲，你是要安怎样啦？啊！我真见啊，越来越要命啊！你滚，滚啊！啥物啊？真正是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啦，报应啦！是啥物报应？我著听人讲哦，姚秀良啊，要春生啊拍一个吊灯箱，姚秀良我头壳开花，即摆带你去病啊！春生哦，警察已经通缉啊！哎呦，哪会安尼哈？我想袂到这个春生会做这款的代志。啊，即摆哦，因店无法度通开啊，趁一个机会，咱所有生意拢甲伊抢过啊！